南区区公所充分运用1、2楼每一个会当展示的墙面，规划了艺术空间，除了让办公场所加添艺术气氛，这回因嘛特别邀请成立已经一甲组的台南市书法协会来举办联展，展出78书法艺术创作。22号6日开幕，文化局副局长嘛专程来祝贺。肯定协会为台南府城的书艺传承加发扬尽一份心力。各位名家的这个书法的一个作品，那也让我相当的一个惊艳啊！而且不管是那个台南市的书法协会，或是南影书法协会，我想一直都在我们在地推广那个书法教育，不管是从基层的哈，或者是到成人的哈，这个业余的，都一直不遗余力在推广书法的一个教育跟研习。我想这就是咱台南最扎根的一个文化的软实力啊。第7府的小厅甲各界艺文团体创作实力，南区艺文空间成立以后备受各界肯定。南区区长除了邀请市民朋友拢来欣赏，嘛欢迎有意愿参展的艺文团体甲公所集结。公部门给人家的感觉就是硬邦邦的。那我一直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艺文活动，可以让所有来洽公的民众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艺文气氛氛围哈。那这一次的展览，我们是从今天开始到7月份，为期有3个月，为期3个月。那当然，除了书法以外，如果在场的各位有更好的一个相关的艺术展品的话，也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们联系，让我们更多的市民朋友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欣赏更好的一个作品哈。来自各行各业介书法成员所组成的台南市书法协会，这回李干事以台南400一展身手为主题，展现该会卧虎藏龙的实力，希望透过欣赏书艺，卖当互压杂的心平静落来。咱来遮办公也好，还是讲咱南区咱遮当然也好，要办公心起浮躁的时阵，你看这书法，你就会静落来。等静落来以后，你要处理什么代志，拢来做顺安尼吼。所以今日特别伊一百以静制动的这个字来调伊展览书法联展对今仔开始，一直到7月21号，欢迎市民到南区区公所欣赏。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